血战汉刀行8大剑仙，江泥以御剑之术意外成就剑仙，最强之人天道武道一肩挑。第8位刘松涛，刘松涛作为100年前的魔道第一人，实力也已经达到了陆地神仙，只不过他并不注重剑道，却本身有着剑仙的风采。在跟王小平一战后，便跟他结盟而居。王仙芝出城后，跟王小平在广陵江先后拦截，当时刘松涛点香落剑，成就了自身剑仙之位，还帮助徐凤年达到了3教合一的境界，同样是一位出色的剑道大家。徐凤年也点名了刘松涛，就是100年之后3位真正的陆地剑仙之一。不过其在广陵江劝解曹长钦时，未能成功阻止而战死。第7位江泥，作为《雪中》这部作品中的女主，江泥不仅身负西楚的气运，而且在剑道的天赋极高。李淳罡第一次见到江泥，就看出了她是1000年难得一遇的先天剑劈，所以一直求着收江泥为徒。只不过江泥生性不喜欢打打杀杀，李淳罡求了许久后，才肯学习御剑之术。虽然江泥学剑比较晚，但却也很早就位列剑仙之列，最后还成为了万剑共主。如果江泥能够跟徐凤年一样在战场上历练一番的话，恐怕新剑神的名号就会落在江泥的头上吧。毕竟天下万剑共主只有一个人呐。第6位吴素，吴素不仅是北凉王妃，还是吴家剑种的上代剑冠，手持神兵大梁龙阙，曾跟徐骁一同征战了天下。而吴素晋升陆地神仙的时候，就是那白衣案发生之时。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吴素当时强行突破到了陆地神仙，这才成功的逃离京城。不过强行破境也让吴素落下了隐疾，即便是成就了剑仙之位，最后也没能顺利的活下去。雪中悍斗行8大剑仙，第5位翠花。翠花是跟在吴六鼎身边的剑士，但是在剑道天赋上，翠花要比吴六鼎还要高。在吴家剑种中的每一代都有着好几对剑主和剑士，但是只有最强的那一对才能够代表吴家剑种入世。翠花和吴六鼎就是那最强的一对，并且翠花还获得了素王剑的认可。在据北城外的时候，翠花就已经达到了陆地神仙境界，也成为了雪中江湖里为数不多的女剑仙之一。不过当时徐凤年对她的评价还是差点意思，可能是当时刚刚破境，实力并不稳固的原因吧。第4位随邪谷，随邪谷的剑道之路十分的独特，别人都是持剑练剑，但随邪谷偏偏要将剑吃下肚中，并且不是名剑还不合他胃口。因为吃了众多的名剑，让随邪谷养出了一肚子的剑意，成为了一个剑道高手。而且他的2个徒弟老黄和西蜀剑皇在剑道修炼上也都十分的出色，可以说随邪谷也足够称得上是一位剑道大家。在据北城的最后一战中，随邪谷更是吐尽了自己腹中的100年剑气，形成了巨大的剑阵阻敌。他的实力当时已经达到了陆地神仙，最后也称得上是一位强大的剑仙了。第3位邓太阿，在李淳罡去世后，邓太阿就成为了剑道的魁首。他作为吴家剑种中的一位私生子，虽然小时候受尽了磨难，却也练就出了一身出色的剑术，并且邓太阿的剑是杀人剑，出剑必杀人，所以在很多情况下，邓太阿都并未真正出剑，只拿着一根桃花枝对敌。在据北城之外，他手持太阿剑，独自站在那天门之前，一句克佑志当如何？试问天上仙人，谁敢来此人间？成就了雪中最为高光的时刻之一。雪中悍刀行8大剑仙，第2位李淳罡。老剑神李淳罡是真正的一位凭借自己的凡人之身站在了剑道巅峰。在36岁的时候，李淳罡就已经是当时的天下第一了，甚至很多人都认为当时的李淳罡的剑道造诣已经逐渐的赶上了神话一样的吕祖。他的一句天不生我李淳罡，剑道万古如长夜，也让不少的雪中迷深深的爱上了这个角色。虽然在绿袍儿死后，李淳罡跌境画地为牢20年，却还是在大雪屏上一声剑来，再度回归到了陆地神仙的境界，更是逼王仙芝用出了90%的实力。广陵江畔一剑破甲2600，成就了李淳罡最为高光的时刻。只不过那一剑也损耗了李淳罡自身的气血，不久之后便在绿袍儿的坟前身死，临死为后辈剑道开山，借鉴邓太阿，成就了新一代的剑神。第1位吕祖，吕祖的设定就是整部雪中的战力天花板了。他在修炼上是天道和武道一肩挑的，境界已经达到了3圣人境界，是当之无愧的剑道和天道1000年第一，上下500年的第一人。吕祖的存在就是象征着人间的巅峰，后辈无论是谁，都只是在不断的追赶着吕祖的步伐，更是以比肩吕祖为最高的荣耀。只不过吕祖完全就是个恋爱脑，一生挚爱红衣800年，只为了自己这位红颜修正道。转世齐宣真、洪喜相和于福也都只是为了寻找自己的红衣。在洪喜相这一世
之中，更是为了救下红衣，自愿选择了冰解再修300年的时间，可谓是雪中痴情第一人了。不得不说呀，吕祖的设定多少有些过于完美了。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有什么观点，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